11点多了。哎呦，为什么这么暗呢？人也没有，车也没有。没事吧？再干2个月吧。如果能攒8000元钱，我就能维持1个学期的生活了吧？加油！好冷。啊！溅水！这么坏的路上你看不见人吗？你的眼睛从哪看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的钱包呢？没了！哎呀！好家伙！家伙！你站住吧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吧！我的钱包！钱包！不要站住吧！把我的钱包拿出来！哎呦，太暗了。你接吧。咦，这个哪里是我的钱包呢？让我看是谁的。哦，2000块钱啊！还有一个工资单。哎呦，原来他也在一个店里打工的学生呢。刚刚拿到这个月的工资，哎呦，早上我不是换了一个包了吗？哎呦，嗨，是这里，你看，哦，在这里。